我是伫巴西出世大汉的啦吼，啊，我会晓讲台语的原因吼，就是因为阿嬷讲的关系。阿嬷讲，跟谁你教我教台语，又佮我采用遐尔大坑，遐尔大张。好，我吼巴西遐吼非常的特别，但巴西的汉堡吼非常的出名。你若去到巴西的汉堡店哦，迄个服务员甲你摕一大串的汉堡摕来你面头前，互你食。你会当啊，你紧吼食较青也会使，食较熟也会使，啊是你嘛要食迄头前的部分，就甲你切头前的部分互你食。啊，你若要食后壁的部分，你就甲讲，你就讲哦 ，no problem。哇，个人台语讲到这尔啊好势，这尔啊认真嘞，紧张，哦，紧张有可能是紧张的问题。哎，好可爱啦，我好可爱啦。哎呦喂啊！你是讲伊先紧张？啊，无简单，因为哦，这一定要感谢阿公甲阿嬷，哎，吼。啊，这因为哦，你若速度放较慢呢，较有情绪，较有赞趣的吼。好，迄个气氛真好。你讲伊会晓用剑，吼，啊，因为迄个毋是叉啦，叉啦是你唔知影叫叉啦，偷偷摕，迄偷偷的迄叫叉啦，迄叫用抢的，哎，迄叫抢夺，手刀哦，哎，强夺。啊，但是基本上你讲一寡吼，哦，你阿公阿嬷真正足爽的迄个开口吼，哦，我感觉迄个气氛真好。